互聯網逐漸成為一個重要嘅發聲平台。80後透過網絡組織5·1遊行，更加彰顯咗網絡嘅威力。同時都帶出而家係咪有足夠嘅發聲平台俾青年人呢個問題。有傳統嘅青年團體認為，佢哋有足夠嘅渠道俾青年發聲。陳偉蘭報道。今年嘅5·1遊行當中，有幾百個青年越過咗傳統嘅青年團體自發組織遊行，表達自己嘅聲音以及訴求。有分析指，呢一種情況反映住現有嘅青年團體未能夠真正為本澳青年發聲。對此，新青協話唔認同呢一種講法，又認為佢哋有足夠嘅渠道為本澳青年收集以及反映意見。咁我哋作為青年團體，我哋都會收集，即使唔係我哋嘅會員，我哋會主動行過去同佢哋傾偈。揾到佢哋想點，你想點表達意見，想講啲乜嘢，我哋可以代表到啲乜嘢，我哋都會主動咁樣做咯嚇。我哋唔認同話我哋代表唔到青年人嘅意見，我哋覺得我哋有足夠渠道去收集意見同埋表達我哋嘅意見。另外，新青協就5·1遊行嘅衝突事件，一共成功訪問咗780位18歲或者以上嘅本澳居民意見，結果顯示，42%嘅受訪者唔認同遊行人士唔按照警方嘅路線遊行，但係亦都有53%嘅受訪者認為警方處理遊行衝突嘅手法過於激烈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慧蘭報道。